你有冇試過肩頸突然好緊，心跳加速，明明好攰但瞓唔着？小心，呢三個可能唔係小問題，而係你身體發出嘅壓力警號。其實身體好多時比你個腦更早知道，你已經太大壓力啦。當你長期受壓，可能會出現肩頸繃緊、頭痛、胸口翳住、呼吸變短、心跳加快、腸胃唔舒服，甚至瞓得唔好。但好多人都會同自己講，冇事嘅，我頂得住。結果壓力越積越多。今日教你一個簡單方法，做一張壓力信號清單。每日只需要1分鐘，問自己3條問題：第一，我身體邊度最繃緊？第二，我而家呼吸係深定淺？第三，頭先發生咗咩事？我有咩情緒？將身體反應、情緒同發生嘅事情記低，連續記錄幾日，你就會慢慢發現自己嘅壓力模式。記住，唔好等到頂唔順先處理壓力。越早睇得明身體嘅警號，就越早可以作出調整。想學更多釋放壓力、管理情緒同提升內在穩定嘅方法？留意之後嘅短片。